Three, two, one, go! Hello everyone, I am Lucifer，你哋嘅陀螺創作師。喺今日嘅題目開始之前呢，我嚟個簡單嘅自我介紹先啦。我喺鋼鐵時代嗰陣時就已經沉迷喺陀螺嘅世界，玩開陀螺嘅都知，除咗正常嘅陀螺對戰之外，陀螺另一個好玩嘅地方就係可以自由改裝。先聲明一點先。係正常改裝，而唔係非法改裝啊！當你攞住自己改裝嘅陀螺戰勝對手嗰陣時，個成就感真係無與倫比㗎。所以呢一代陀螺推出 CX 改裝系列，俾咁多配件我哋自由組裝、自由配搭，簡直就係我哋陀螺創作師嘅遊樂場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下一個環節。大家眼前見到嘅分別係 CX 改裝系列，目前防禦力最高嘅頭三名陀螺，佢哋分別係 CX03 映線幽暗、CX12 鳳凰炎光以及 CX14 騎士堡壘。首先，我哋嚟睇映線幽暗。映線幽暗嘅印擊環擁有6片波浪緩衝印，導致佢擁有吸收同反彈衝擊嘅能力。但可惜嘅係佢陀螺重量比較輕，當遇上陀螺重量比佢高嘅對手嗰陣時，佢就容易遭受震動干擾，從而令到佢呢個能力失效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佢嘅核輪。建基於佢嘅印擊環係兩種刀印交互嘅設計，令到佢核輪嘅6片刀印更擅長反彈攻擊，而佢80mm 高，令到佢嘅重心更低、更穩，更加擅長防禦攻擊力高嘅陀螺。最後我哋嚟睇佢嘅軸心，佢嘅軸心設計為鈍角，令到陀螺較難傾斜。加上10片嘅齒輪設計，令到佢用極限衝擊時可以減少持久力嘅損耗，配上佢重量比較輕，使到佢兼備防禦力同埋持久力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鳳凰炎光。鳳凰炎光嘅印擊環透過疊加嘅連擊刀印，打造厚重而且強力嘅連擊。而其特化設計係依靠重量作為反擊防禦，佢身上嘅金屬塗裝使其重量輕微提高，從而令到佢呢個性能得以提升。但可惜嘅係佢嘅刀印縫隙大，外環又比較銳利，容易俾對手卡住刀印彈飛。而且佢嘅金屬塗裝喺經過長年累月嘅戰鬥之後，亦都會逐漸脫落，從而令到佢嘅重量逐漸降低。而佢嘅核輪有9片刀片，令到佢喺同對手接觸期間，喺短時間內可以作出快速而且密集嘅連擊。最後我哋嚟睇呢個軸心，首先佢採用咗 W 軸嘅鈍角尖端設計，令到陀螺本身都較難傾斜，而佢更加喺周圍設置咗桶狀防護壁，並採用咗抑制傾斜嘅設計，用以確保陀螺嘅穩定性同防護性能。但好可惜嘅係，因為佢嘅桶狀防護壁採用咗抑制傾斜嘅波浪設計，導致佢嘅齒輪縮短，再加埋佢陀螺本身嘅重量，導致要用呢隻陀螺本身作出極限衝擊嘅機會率比較低，以及比較考驗使用者嘅技巧。最後我哋嚟睇下騎士堡壘 GV。騎士堡壘 GV 佢嘅印擊環同埋支援印都係向垂直同水平方向伸延，互相重疊，從而具備高反擊能力，能夠抵擋對手嘅上勾拳同重擊。呢種客製化嘅設計增強咗全方位嘅防禦性能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佢嘅核輪。騎士 GV 嘅核輪採用直徑較大，能有效增強離心力嘅8枚刀印，而且佢刀印較厚，好似城牆咁可以保護陀螺，
避免喺戰鬥過程中被人爆裂。最後我哋嚟睇佢嘅軸心，佢嘅 UN 軸心比 N 軸心低2mm，令到陀螺嘅重心更低，支援陀螺可以喺較低嘅位置進行反擊。佢嘅底部係盾圓加下沉式針尖，接觸面積極小，重心極低，喺對戰時會守住喺陀螺盤嘅中心，幾乎唔會被撞飛、側翻或者彈跳。但好可惜嘅係，佢嘅旋轉阻力比其他軸心大，持久力係偏弱，而佢底部嘅關係令到佢只會守喺陀螺盤嘅中心，完全唔會主動移動。如果打同屬性嘅持久型陀螺，佢就會被耗贏。大家目前見到嘅係我根據網上資料所排列出嘅全體防禦力 Top 3，左邊為最高，右邊為最低。跟住落嚟，佢哋就會進行對戰，從而去揾出真正嘅防禦力之王，以及睇下究竟係咪同網上嘅資料一致呢？ 3、2、1。Go shoot！第一場係由英仙幽暗取得旋轉勝利，目前分數係1-0。3、2、1 Go shoot！第二局係由英仙幽暗取得旋轉勝利，目前分數係2-0。3、2、1 Go shoot！第三場係由英仙幽暗取得旋轉勝利，目前比數係3-0。3、2、1 Go shoot！第四局係由鳳凰炎光取得旋轉勝利，目前比數係3-1。3、2、1 Go shoot！呢一局係由鳳凰炎光取得旋轉勝利，目前分數係3-2。3、2、1 Go shoot！
第六局係由鳳凰炎光取得旋轉勝利，目前比數係3-3。3、2、1、Go！ 第七局係由鳳凰炎光取得旋轉勝利，目前比數係3-4。鳳凰炎光係呢一場嘅勝利者，得以晉級。大家睇下眼前嘅鳳凰炎光，經過戰鬥之後，佢金屬塗層有脫落嘅情況啦，而且佢脫落嘅金屬塗層仲會遺留喺場地上啦，咁樣呢會影響到陀螺軸心嘅後續旋轉嘅，所以每次戰鬥之後呢，我都會揾方法去清理咗場上呢啲金屬塗層啦，避免影響到戰鬥嘅公平性嘅。3、2、1、Go！ 第一場係由鳳凰炎光以持久勝利獲勝，目前嘅分數係1-0。3、2、1、Go！ 第二局係由騎士 GV 以旋轉勝利獲勝，目前嘅分數係1-1。3、2、1、Go！ 第三局平手。3、2、1、Go！ 第四局係由騎士 GV 以旋轉勝利獲勝，目前比數係1-2。3、2、1、Go！ 第五局係由鳳凰炎光獲勝，目前分數係2-2。3、2、1、Go！
第六局係由騎士 GV 獲勝，目前分數係2-3。3、2、1 Go！第七局係由騎士 GV 以旋轉勝利獲勝，目前分數係2-4，恭喜騎士堡壘 GV 勝出防禦力之王爭奪戰。